再来看桃园中立的新民市场，因为打伤占领林荫道、分界岛，交通是真乱。市政府今年8月开始整顿，有不少民众发现讲已经真无共款咯。嘛望讲其他的市场嘛应该爱整理。都发局嘛表示讲，率来整顿中正市场。 又搁整齐又搁清气，好行人行道过去是排满单。桃园市长张善政入面册打出新明市场前后对比的相片，讲到30年来的乱象，伫今年8月份透过硬斗的整顿，已经成功改变市容，民众也学到市场环境变清气，毋过感觉停车位上少。像我们差到6成呢，这样子整顿是干净多了啦。 有好有坏啦，警察常常在这边开单啊，然后客人都不敢进来。我觉得是有一点麻烦啦，车子不好放啦，然后应该还好，我觉得有比较整齐很多了，行人比较好走。我觉得机车位太少，因为每次来都没有地方跑，应该机车位多花一点。 新明市场经过整顿甲改善，搭站车路甲分界岛囤废弃物的情形改善未少。不过有当地也受店头或者是民众违规。根据统计，到12月初10为止，加强处理违规停车1067件，违规的单130件，佮违规拖吊汽车1件，机车5件。本数甲单布棚，各单只计加强5094公斤。执行到现在已经超过了4个月。 那我们呢？目前呢，透过警察局及环保局每天的定点巡查，还有联合稽查小组不定期的一个稽查呢，来维持相关的成果。有市民希望其他的传统市场也会当比较对立整顿。经发局表示，每一个市场的乱象拢无共款，可能的问题真复杂。最近会先以中正市场列作优先，配合都发局的龙岗风貌规划案，最近讨论会定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